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台积电要加码，伫美国投资3.3兆，引发着外界的担忧。台积电是不是会变做美积电呢？为了要消除大众的疑虑，台积电的董事长魏铁嘉甲总统赖清德昨尾暗暝做伙开记者会来陪会。魏铁嘉讲，会追加投资是因为看到客户的需求。伊讲台积电目前产能无够。追加投资绝对袂来影响到要伫台湾所起的11个生产线。这个魏铁嘉伫一礼拜内接续甲美国甲台湾的领袖来会面。政治学者认为，这个追加投资是双赢的局面，唔来当减少台湾关税的问题。这个川普对印太的安全可能会更加重视。美国的1000亿会不会影响我台湾11个生产线的前进呢？不会。机器真定着，台湾生产线就是未受到影响。台积电伫咧美国扩大投资，引起风波。董事长魏铁嘉亲身来解说。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全满了，明年也满了，后年要盖的生产线也被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有的产能不够，就这么简单，不够就是那2个字。一摆搁一摆强调，产能就是无够，机器供应太多霸气，魏铁嘉搁点名业界对手。当然，我要看我的对手是怎么做啊，何况我现在2个很好的对手，都已经是我的客户了。趣味表达讲，含对手就拢是我的客户。魏铁嘉短短一礼拜来台湾、美国两边走，前后含两个领袖川普、赖清德面会，嘛召开记者会，动作这么大，佮讲到什么信息？个人是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可以让川普政府对我们台湾的关税的压力可以大为缩减。国会的演说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台湾的关税问题。那另一方面，川普在这样的一个演说里面，他其实对我们整个印太安全的重视是更加的一个重视。魏铁嘉直直咧强调，客户需求肯第一，追加投资是经过真侪分析。规场记者会关键词无够长期，就亲像讲无够。魏铁嘉一直咧留，嘛爱大家记在心肝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